機場，好有熱帶風情。個機場係半室外嘅。今次旅途會上去巴黎嘅山區睇文化古蹟，亦都會玩浮潛同埋全島最豪華嘅艾亞娜度假村。而第一站，歡迎嚟到烏布水皇宮。個水皇宮種滿蓮花，多到可以做長輩圖啊！有冇發現啲雕像下半身都披咗件紫色嘅紗籠，係印尼嘅傳統民族服裝？你見所有遊客都穿着呢款服飾嘅，因為係水皇宮嘅入場費包埋，咁我都入鄉隨俗，笠翻件上身啦。你可能問，仲有冇 casual 啲嘅景點推介啊？有，下一個就唔使着古裝啦。布拉坦湖喺當地嘅村民入邊享有好神聖嘅地位，因為佢係匯集咗附近布拉坦火山所流落嚟未經污染過嘅泉水，而當地人就喺呢一個咁神聖嘅地方起咗呢一座布拉坦水神廟啦。冇諗過位於赤道附近嘅巴厘島都有一種咁冬天嘅感覺。呢度係海拔1000米左右，氣溫好低嘅，得嗰17度，根本就係巴厘島嘅小瑞士。我最 impress 係呢度對唔同信仰嘅包容，有印度教嘅梅魯塔，有佛教嘅浮屠，亦有伊斯蘭教嘅清真寺。虔誠嘅信徒、貪玩嘅遊客喺度各自修行，但又相安無事。咁有名你叫啦，水神廟佢拜祭嘅就係湖水女神，因為水係農耕社會嘅基礎，當地人會喺河流嘅源頭，又或者呢一啲大江大湖之間起一座水神廟，然後再喺河流嘅支流起一間2線嘅神廟，到最後喺當地村落嘅水閘，又或者人工運河上邊起啲3線再細間啲嘅廟宇。而古代嘅貴族又或者宗教人士就會透過操縱呢一啲水廟嚟到控制農民水資源嘅分配，成為社會嘅階級制度，佢哋叫蘇巴克灌溉系統。呢個水利系統亦被聯合國教科文列入世界遺產名錄㗎。上一個鏡頭講布拉坦水廟，咁呢啲廟嘅盡頭喺邊度呢？就係呢一片梯田啦。梯田呢家嘢其實中國同印尼都有，但係兩者都有少少唔同嘅。中國嘅梯田就係講人類征服大自然嘅自信，佢哋會有詩句歌頌農夫，係人民氣息好重。至於巴厘島嘅梯田會有神像或者水廟去展示對自然嘅敬畏同埋水資源嘅感恩，就係宗教神話氣息好重啦。不過今時今日呢，巴厘島尤其是市中心附近嘅梯田已經成為一個觀光設施，有 zip line，有餐廳，甚至夜晚係會變成夜店，就好似冇咗當初巴厘島農民整梯田嗰種純粹同埋信仰嘅神聖啦。但作為遊客，我理得佢神唔神聖，梗係玩咗先算啦。好羨慕啲女仔啊，因為佢哋有條裙可以影出嚟嘅效果好靚。我應該攞個畢業圖出嚟，咁我哋就可以有一個裙擺喺後邊啦。職員會幫你影相，包 pose 指導，30秒就同我影咗50張相啦。返去啦，今次貪平揀間好偏僻嘅酒店，門口得條泥路，連的士都入唔到，要老闆娘揸電單車送我哋入去。開箱我呢間2房別墅，包私人泳池同漂浮早餐，只需港幣300蚊，好抵咧！辛苦晒酒店嘅工作人員，淨係鋪花瓣都鋪咗5分鐘，咁先成為一個超 IGable 嘅 floating breakfast。嗱，個湖咧深係深啦，游水係一流，但係食早餐就好唔方便，因為啲水去到頸嗰個位。而我嘅解決方法咧，就喺水嗰度擺張凳撐高個人。唯一拗教嘅地方咧，就係食完嘢之後要抬翻張凳上嚟啦。離開烏布啦，越往北行係越貧窮嘅。好處就係物價好低啦，有300蚊一晚嘅別墅。
壞處係只能租車，因為北部落後到連巴士都冇㗎。偏偏最少遊客去嘅東北部就係最多古蹟嘅地方，咁我哋 channel 有文化嘅，帶大家探索一下啦。我哋嚟到白沙基母廟，有名你叫母廟 Mother of Temple， 就係全個巴厘島最神聖嗰棟廟。咁點解會咁神聖呢？印尼你知係火山之國啦，火山成日爆發，威脅到當地農民嘅生活，但係又帶嚟肥沃嘅土壤，所以印尼人係好尊重火山嘅。個廟係朝向火山口而建，呢個阿貢火山有3000米，係活火山。2017年嘅時候先爆過。咁相比頭先介紹嘅布拉塔水神廟嗰個石湖係死火山口，得個2000米啫，梗係呢一棟 powerful 啲啦。呢度嘅廟咧，全部都係黑色嘅，唔係因為污糟，係因為火山岩凝結嘅時候就會係黑色，所以呢一座廟就係火山就地取材嘅一個建築作品。都好感恩，因為通常呢個 Middle Courtyard 咧，非印度教徒唔入得嚟嘅，但因為今次有 tour guide 喺佢嘅面子之下咧，得以入嚟呢個 Courtyard 度睇一睇。喺到涼亭入邊有個大帽坐喺度嘅人呢，就係祭司啦。以前仲有種姓制度嘅年代，最高級嘅就係祭司，反而皇帝同埋貴族係低過佢哋嘅。不過今日嘅印尼已經冇種姓制度啦，全部人都係平等嘅。呢個種姓就只會喺宗教場所先會用得到嘅分類。入場費係包埋拜神服務嘅，廟祝會幫你 pack 好個花盆同埋香燭。咁我得一個願望啫，就係聽日出海俾我見到魔鬼魚。究竟成唔成功呢？就要留意下一集巴厘島之行啦。拜拜。